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的疫情，虽然是豆豆啊退烧，也毋过宽南市场阁来出现着家户的感染，是摊商东西啊两家伙啊，总共12个人确诊，目前拢咧隔离。另外，台北市政府来宣布，为15号明仔载开始，万代、滨江甲宽南三大市场的出入口有来按路卡系统甲疾管署来连线，都爱路卡确认这个 PCR 体检是阴性，而且有来自预防社，安尼才会当入去市场内底。从他自己的家，然后到他妯娌的家，其实2个家庭加起来，总共已经12位确诊。华南市场阁爆出摊商家户感染的事件，有2个家族总共12个人确诊，市场决定甲管制措施阁变严格。摊商进入华南市场之前，除了量额温、消毒双手，通过这一道防疫通道。不过，光是这样子的防疫措施还不够。除了有防疫通道，未来华南市场的摊商来做生意，阁要经过路卡这个程序。悠游上车，就亲像是悠游卡的方式，互管理员会使确定有 PCR 阴性和注疫苗的记录，才会使顺利通关，嘛免阁用纸本来登记。拢听公司的，公司讲爱办，阮就爱办。就是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，然后跟我们7月8号做筛检的证明，去到1楼服务处之后做登记。大部分的摊商拢愿意配合，不过若是摊商无证明，然后阁加做，一般的民众要安怎？我们是先求有了，这个好的问题啦。那个部分，那这样子刷到卡的部分呢，就跟我们进入市政府一样嘛，没有办法要求那个市民再跟我们一样刷卡嘛。台北市会伫明仔开始伫华南、万代、滨江3个市场开始试系统。若是先讲未来一般的民众摕疫苗护照，卖比较办理。市府咧推用科技来防疫，就看会使达到偌济成效。